杨继续在地叔叔看看，要来看到这拄拄休热，无偌久，彰化县鹿港高中传出来好消息，这是引起澳洲雪梨参加 First 6个的联赛亚太区公开比赛，摕到机器人表现的第1名。老师上台领奖，炸国旗上台，现场抛啊声一直催泪，现场的气氛实在让人足感动。 音乐放落，学生上台领奖，大家身躯拢满一面中华民国的国旗。主办单位嘛用台湾来介绍，互现场的老师甲学生拢足感动的。中华鹿港高中的6个人机1点通队伍去澳洲雪梨参加6个联赛亚太区公开比赛，摕到机器人表现的头名。伫比赛内底，更加是赢甲过头过面。选择放弃了一项任务。 那我们分数达到了386分，所有任务皆达成。那时候把国旗拿出来的时候，我们这1年多的练习都值得了。这场6个联赛主要是校长带队，2位指导老师做伙参加。伫满分400分的机器人比赛内底，得到386分，摕到世界第1名的光荣。规个比赛拢足精彩的，尾啊摕到冠军，佮受到总统、副总统的祝福，嘛，互参加比赛高中学生拢足欢喜的。 在3个回合的比赛里面呢，我们鹿港高中的同学们都得到了第1名，相当的不容易。鹿港高中发展机器人的专业已经有几6年的时间啦，这届会当摕到国际比赛亚太冠军，互全校拢足欢喜的。安尼种的学生满进前先准备好的国旗上台，嘛，互台湾的国旗，搁一届互全世界看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